各位觀眾朋友對廣告之後繼續收聽提教國際。呢個禮拜新聞幕後，同你大家講下來關心係大家高度關注嘅中國共產黨提出舉辦嘅全國代表大會前兩日正式登場。習近平佢嘅政治報告就3文，那就是用啲3點鐘半章講嘅，到到呢一地度內地老研究館樣板看睇，見到節目地度為大家繞場到2個來賓。第三部分小介同我做書片呢係政治太好，國關中心嘅湯紹铉湯教授，湯教授您好。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各位大家小介，那一個來賓係來自師範太好嘅范學平范教授，范教授您好。大家好，謝謝兩位老師來到我們節目的現場。那首先我會想要好奇問兩位教授，整體來講，你們會怎麼看待習近平的政治報告，以及當中我們最關注的對台談話？好的。這次的這個政治報告呢，我的感覺是這樣啊。第一個呢，它是在這個思想方面，它是非常非常統一的啊。為什麼講這個呢？這個就是要跟上一屆的這個報告來做比較。上一屆的這個報告呢，他就講到了，他說這個是思想解放。那可是這一次呢，應該可以說是叫做思想統一。所以思想統一的意思呢，是說他多次強調。啊，馬克思主義啊，什麼這個馬列主義啊，什麼還有這些啊，這個跟毛澤東思想啊這些東西啊，就是強調的次數非常非常的多啊，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呢，它就是從嚴治黨。那從嚴治黨的意思呢，就是他把最後一條，因為他這個整個報告裡面分13段，是這個最後一段就是第13段呢，他把整段呢都拿這個來陳述所謂的。從嚴治黨是意思就是說，他對這個問題呢，他是特別特別的強調啊。那還有一個呢，就是在通篇，我們大概都可以看到多次出現呢，就是黨的領導，對，就是強化黨的領導啊。那這裡頭呢，當然了，這裡頭譬如說4個全面啦、5位一體啦、4個自信啦，是什麼像這些東西，這個等於說這個現在大家都已經耳熟能詳了，對啊。那所以他在這一次呢，又特別強調了，所以說這個。報告跟這個5年前的胡錦濤的那個報告呢，裡面就差別很大。而最大的差別呢，我是說，在這個5年前的報告呢，是說他是把小康當成一個想要達到的目標。對。可是這個的話呢，這次的話呢，是說小康已經快要達到了，我們要看到下一個雙百目標，就是2049了。是，而且它裡面還把2049，就是從現在開始算就30年，30年把它切2半，就是前15年跟後15年，也就是說讓大家覺得說我們這個奔小康啊，這個大事快要結束了，快要達到了，然後呢，我們要往下一個這個目標邁進了。階段性目標很清楚，現在已經要往下一個來看了。對，下一個目標當然離現在時間還很久，那所以說他把下一個目標的這一段時間呢，他把它切成2段。意思就是說要更加具體，前面這一半要做什麼，後面那一半要做什麼，然後最後達到這個所謂的這個他的這個中國夢的這個目標。老師，那你怎麼解讀將近5分鐘對台談話的部分？那這個我覺得對台談話呢，就必須要在他整個的這個他的報告內容以及他的氛圍啊，以及他所創造出來的這種印象來做解讀啊。那在這種情況下，我是覺得呢。就是說，他對台灣的這個報告裡面，他並沒有好像很強烈的字眼，是啊。可是呢，他還是這個從上一次胡錦濤的這個報告裡頭呢，來跟他的來做比較的話呢，胡錦濤原來是說他是這個對這個台獨的這一塊呢，他並沒有很強硬，可是這邊呢，他是堅決反對。啊，就是用這種比較這個強硬的這個口吻啊。那另外呢，就是說他表達了高度的他自己有能力、有自信來處理這個對於台灣的這些問題。再加上最後一段，他提到了所謂的六個任何。是。那這個6個任何呢，當然我們以前都已經聽他說過了。啊，只是說他再把這個6個任何呢放到這個報告裡面來說，那當然這個層級就更高了。OK， 對不對？以前是說啊什麼孫中山這個紀念啊，他提到了，然後在軍隊裡那個講話又講了，等於說他是一步一步把同樣的這6個任何，把他的位階呢又把它更升高了一點啊，升高到最高了。待會我進一步來請教哈。
就是那一天我在听这个谈话的时候，一开始反而我比较有点好奇、印象深刻的时候，可能可以请教范老师。他先提到两岸领导人历史性的会晤，这个时间点在这个场合把马习会放到政治报告里面，让我有一种错觉，是不是他是想从比方说从历史来展望未来吗？还是某种程度，甚至我们看到有人解读是，某一种程度是展望有可能会有蔡习会吗？老师，你觉得为什么他要在这里提马习会？对，这是很纳闷的地方啊。照理来讲，他应该是说，哇，我与马英九先生啊，或者马英九主席举行的这个历史性会晤嘛，可他写个两岸领导人，然后把马英九这3个字都没有提到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故意不提。但不提的结果就被很多人误会了。我看很多记者还以为说是要举行蔡习会，所以我就这样问说，对，但是我认为了，我从这边看起来，就是第一个，他的确是很在意马习会这个会面，但是他又不。可是原本我们以为马习会对马英九的重要性胜于习近平。我认为照现在来看，我认为是习近平更需要马习会。为什么？你可以看到之前马英九一直希望在 APEC 见面，结果后来没有，大陆没有接受。那马习会基本上也是大陆。从目前的资料看起来是忽然的告诉了马英九要到香港，而且要在新加坡举行这个会谈，所以看起来是准备是蛮仓促的，而且是大陆主动抛出去了。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大陆不愿意，马英九再想也不可能嘛。所以大陆为什么忽然的在抛出这个要见面的机会？那当然我们知道，我认为呢，当时因为蔡英文即将当选，因为那时候还在竞选过程当中，蔡英文的民调一直偏高。那习近平他希望在蔡英文当选就职之前，能够在对台工作上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成果。但马习会基本上来讲，它是1949年以来啊，可以说两岸领导人最高的一个见面，它超越了之前的这个胡锦涛跟这个连战，因为联胡会只算是党对党嘛。那马英九跟习近平是两岸高层领导人，所以这个意义又不一样。我认为他是在蔡英文当选之前，他有一个历史的地位，所以你看他这次谈到对台问题，他第一个提到就是这个东西，他表示他很在意啦。但也有很多人就批评说，他上台之后就发生了2014年太阳花学运啊，然后年底的9合1大选，国民党又惨败啦，然后加上很多的对台的一个误判，所以他也想在对台工作上有一些成果。老师讲到误判前几天在那个双十国庆的这个演说之后啊，大家讲说，马晓光回应没有讲到9个共识，是不是他们对台的这些策略要变得更严格了？结果我们提到在那个政治报告里面，反而是习近平讲了4次，那这某种程度是用这个讲稿来回应蔡英文吗？我觉得他也不是针对回蔡英文，那他当然就是表达9个共识还是他的一个基调吧。但我就是说台湾社会当然都是一个比较焦虑的，我们对中国大陆，特别在19大之前，很多的传闻啊，什么统一时间表啦，什么2020年武统啊，或者又说什么这个第一个100年啊，这个2021年也要武统，这种说法很多啦。然后又说什么找了这个刘结一驻联合国大使来当国台办副主任，未来就是要外交全面的封锁打压，当然这个都会让台湾社会形成一个非常焦虑的情况啊。那加上就是蔡英文的双十讲话之后，的确马晓光是只谈1中没谈9·2，所以大家就一直往那边去想啊。但是我说这样就是说，我们有忧患意识是好啦啊，但是也不要有时候过于自己吓自己，你就搞得有点惊慌失措，这也没有必要啊。所以看起来就是说，习近平的这讲话针对台湾问题，我觉得有几个蛮重要。第一个，他还是强调和平统一，就是现在什么那种武统论啊，就是盛嚣尘上，但是习近平还是拍定就是和平统一啊。特别很多人说，什么赖清德讲了什么，他是台独说，可是还是和平统一，就并没有说这个随着中国大陆的一些舆论啊而走。第二个，他还是强调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就很多人说，什么蔡英文当选之后，表示大陆对台的政策完全没有用了啊，什么和平统一无望了啊，这个什么让利，台湾人也不甩。就大陆内部当然有很多的民众鹰派或者是一些民众网民会有一种强硬的声音，但是看起来这也不是习近平想要做的事，对，所以他还是从过去的这个路线在走。结合这2件事情，我们如果做一个对照后，我能不能说接下来习近平的对台策略比较像是软促统，可是有一点硬反独？因为包括老师刚才讲到的，他在这个场合提到说6个认可。不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用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的领土分割出去。那统的部分确实，它姿态放比较软，可是对于反独这件事情，他依旧坚持。
好，我想再补充一下啊，就是他为什么提这个九二共识的这个问题啊，我倒觉得啊，或者我的一个感觉哈，这个是一个这个风雨前的宁静啊。意思就是说，他不必要在这个时候来把这个事情讲那么清楚。他讲了4次，就是说把他真正心里的话讲那么清楚了。因为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老调常谈嘛，对不对？老调重弹。那因为这里头还牵涉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因素啊。尤其像譬如说这个川普要来访问11月，那对，马上就到了，对不对？再过几个礼拜就到了。那所以说呢，像这些问题，你一定要先把美国的这个角色呢，先要把它这个摸底摸好了，抓稳了，然后再来。老师，川普是 unpredictable，所以说了嘛。那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比较困难了。就说一般来讲，就说你如果说你都这个见面都还没见。然后呢，你就在这边弄了一堆东西的话，那可能这个效果呢就会大打折扣。所以说呢，他这个是先把这个调子呢先放低一点，等到他真的能够跟这个川普能够达成什么样的协议的话，因为他上一次的那个经验是蛮好的。对不对？就上次在美国的那个经验，庄园的那个经验，对不对？大家谈得很高兴啊什么的，而且那个时候习近平就说，哎，我要你回访。但川普也给了他一个那个，也在当面讲了轰炸，对。对了，那个当然就是说给他一点下马威了，大概也有这个味道了，对不对？可是呢，结果还算是不错，等于说有一个短暂的蜜月期嘛，对不对？当然后来一下子又过了嘛啊。那所以说这一次呢，就是说你对这个美国的这个角色呢，是不是看你能够抓多少算多少？对不对？虽然它是很善变，那可是呢，你这个东西好像你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话，或者说你这个问题没有更进一步了解的话，那你对台湾的这个做法呢，可能你还不能够说好像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九二共识的这个问题呢，可能它只是说我暂时先搁置一下，然后呢，等到时机成熟了以后再看。老师，那你刚讲，我这样子问哈，因为前面那一段我怕观众跟我会有一些误解。你讲说是风雨前的宁静，那我们如果照您这个逻辑，那个风雨会是一个怎么样的 scenario？ 那个风雨的 scenario 当然很难讲。第一个就当然可能就是外交，是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好像已经有些国家在动摇了，多米尼加了，在那个中南美那边了哈，已经有些动摇了。是，那所以说这一块呢，我倒比较担心，可能他们那边会有一些动作因为他觉得说你这个好像这个赖清德讲了这些话，我们都是什么反应都没有，只是口头上的这个就是觉得说好像没有办法遏制台湾的这种往台独方向的这种倾斜。那所以说他一定会有一些动作的我是觉得说那个就可能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呢，我是一直在了解当中那他们也没讲得很清楚，那就是将来台湾人如果要出国的话，是到某些国家必须带台胞证问题是这是中国大陆管得着的吗？好，这个就是我刚刚讲某些国家，就是跟他友好的国家。你比如说上次有一个 case， 台湾有一些记者在这个联合国里面就进不去。对，他说你台胞证我不认你这个护照我不认，可是你台胞证我认。就是你有台胞证我就可以让你进。摆明是他私下搞一些小动作。所以说了嘛，他就给这些国家一些这个黑名单。好不好？就假设100个人就说这100个人就不能让他进，除非他有台胞证。意思就是说，那这100个人呢，我要不要给你台胞证呢？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这些人要不要去申请呢？所以说了，当然这个就前提是说，一定要这些国家能够跟他配合。那你不配合也没用，对不对？那所以说他也要花很大的力气。当然有些国家愿意听他的。对，你像譬如说有些那个港独的跑到好像是泰国吧，进不去啊。对我们这边的有些人到香港也进不去对不对？那所以说呢，可能他是这一招呢，我一直在了解当中。那这个我问了很多人，我这试探了一下他们也并没有完全反对，也没有说不可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可能又是下一步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它是设定对象的，来，希望扩大那个效果。来，没关系，上半场的时间我们先暂时到这边然后下半場強烈關心係強用係對台策略，其實中國大陸習近平28也就表面嘅地方，不過對台灣幹嘛就好，現在一下啱住上來。
非常大家做到讨论的现状，如果是表态相关问题，其实来看到一样是对台策略。那我在这一场政治报告习近平的谈话里面有听到很多这种情感诉求的用字，比方说他讲到两岸是命运跟与共的骨肉兄弟，两岸一家亲，然后要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心灵契合啊什么之类的，种种的让利，其实在过去这么长时间已经证明，就是越是让利，好像其实台湾民众的反弹越大。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会不会反证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也没有其他方式，没有其他招了？对，但是习近平他这次，我觉得他的讲话里面有提到，就是尊重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啊。我觉得这句话是社会不是政治制度。对，但是社会制度你也可以把它广义成解释为政治制度啦。就是说，的确就是他大陆过去这样讲，这个动之以情嘛，啊，讲这种所谓两岸一家亲啊，这种血脉关系。但是事实上，这个对台湾年轻人他的吸引力不是太大，是啊，因为现在这个国际已经是这个地球村的概念了。现在台湾年轻人他可能会觉得，没有错，我跟中国大陆是有血缘关系，可不表示我们未来要走向统一啊，那甚至他觉得，我们可能跟日本、跟美国虽然不见得文化相同，也没有血缘关系，可是彼此可能有共同的价值，例如说人权啊，例如说民主啊，例如说自由啊。我看台湾年轻人对这次19大最大的关心点，也不是什么习近平讲话啦，他们也没什么兴趣，他们关心说为什么菜刀不能买。为什么做捷运要那么严格？为什么公车的窗户要关起来？对，为什么翻墙也不能翻了？然后大家都要一直听他的讲话，坐在那边端正，小朋友幼稚园什么都不懂，也要去听他讲话。是，就这种对台湾年轻人的确会感觉到说，这个国家虽然即便同文同种，它跟我就是不同的世界。那这种情况其实也会造成台湾年轻人对去中国大陆，第一个他就是没有兴趣，他也不想了解。那加上就是说，香港回归之后，的确香港的言论自由是受到打压的，香港的这个人权的状况也被批评，所以我觉得习近平讲这个话，某种程度是诉诸于台湾的年轻人，就说你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也不会改变，那你们维持。虽然很多人说啊，这个以前叶剑英也讲过，邓小平也讲过，可是那个时候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是8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台湾的经济跟中国大陆经济是差距非常大的，台湾是领先的，大陆是落后的，所以他尊重你是应该的。可现在是这个比消，他涨我们消啊，大陆经济往前走，我们现在他比我们强啊，可他为什么还这样子提这个态度？我觉得这点我是比较从正面来看，就习近平是想要释出一个善意。但是这个善意会不会让台湾年轻人感到有感觉？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OK， 对。那除了口头上的这个政治报告，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之外，我们讲他的几个布局的动作。比方说，刚才两位老师约略有提到，在19大之前，他把这个驻联合国的大使刘捷一，把他转任为国台办的副主任。然后这件事情有释出什么讯号吗？那以及接下来从刘捷一上任之后，是不是代表中共的对台工作的思维跟做法会有一些可预期的改变？这个当然了，从这个刘捷一之前啊，我们就看到了，就是这个戴秉国，他是曾经当过国务委员的啊，而且他是这个副国级的这个官员，他已经退休了。然后呢，又把他请出来担任这个台研会的会长，那所以说把整个台研会呢，这个位阶呢就提高了2、3级了啊。那另外就是这个杨明杰，杨明杰呢，他现在是担任这个社科院台研所的所长。对，那他的专长又是什么呢？他的专长是这个军控跟亚太，是，也就是说这个外交的这个因素呢，在对台湾问题上面呢，现在是加强了很多，再加上这个刘捷一。那刘捷一呢，其实他原本大概跟台湾的这个关系都是间接的，对，意思就是说我跟这个在处理国际问题的时候，我可能会碰到台湾问题，可是他并没有，我看他大概并没有真正的对台湾问题有什么样的很深入的研究啊。可是呢，当然他一定是有部分的理解啊。那再加上他有这么多的广的这个国际的经验，尤其是在联合国，那意思就是说台湾你这个联合国这一块呢，你就可以再重新考虑吧看看他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用国际的这个力量呢来处理台湾问题。但其实入联这件事情，在民进党政府上任之前是一直被提及，可是事实证明，纵使1年多以来，并没有付诸实际行动啊。对，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担心你这个官方呢，如果说在嘎在这个里面的话，因为现在都是这个民间在做，
对，这民间的这个团体，那就代表一般台湾老百姓啊。那这个的话呢，这个北京那边可能还不会那么在意。那万一如果说你真的官方的角色进去了，那当然，那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那所以说呢，他这个东西，我觉得找刘捷一来呢，就是要来在这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联合国，一方面还有所有的国际组织，因为这个很多国际组织都是联合国所属的。那所以说这些问题呢，等于说对刘捷一来说呢，都是他的这个以前的这个业务范围。那所以说对他来讲是非常驾轻就熟的。那所以那这个等于说就给我们这边呢又设下了更高的一个门槛。啊，像譬如说 WHA 啊，譬如说这个我们要加入那个民航组织什么等等这些。那这些的话呢，那当然，那他的这个可能人面也比较熟，那等等各方面的技巧呢，他也比较了解。那所以说呢，在这个问题上面呢，那等于就增加了我们想要来有所突破的这个困难度。OK。假设从19大他的对台谈话政治报告的内容来解读，加上这一系列的人事布局，我们能讲就是北京对台的这一些可能政策方针、新的方针，现在已经底定了吗？还是如某一些分析所言的，可能要到明年初中共中央的对台工作会议之后才会比较明了？范教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未来的人事啊，刘捷一是应该会扶正。那刘捷一扶正之后，对台工作会议那个才会比较明确啊。那因为现在还在处于一个变动期啦。对。不过我认为就是说找刘捷一来，是不是防止刚才汤老师说，是不是为了防止台湾什么加入联合国啦，或者是，我觉得因为其实都已经去不了了。我觉得那个就算他没来，还是去不了。就算蔡政府用什么请全国之力去推动，也不可能嘛，因为阿扁的时候已经是这样。那我就觉得找刘捷一是很优秀的外交官哦，我必须要讲啊，因为他在处理这个北韩问题，中国在处理北韩问题是比较尴尬啊，一方面国际间要制裁，这次大家说他要射飞弹，结果他是发核电。对，就是的确是很尴尬。为什么？你要制裁他，也要制裁也不是，不制裁也不是，不制裁国际间要求制裁。可制裁又怕怕北韩翻脸，你看他这时候办金砖会议的时候，在厦门办，我就给你来个氢弹啊！是，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刘捷一能够把北韩问题处理得很好，表示他是一个外交常才。那习近平如果找他来当，一定有另外我觉得是更高的战略。如果说只是说挖个多米尼加啊，然后或者说你们去哪些国家要用台胞证。这种事情，我觉得找刘捷一来做也没有必要嘛。他这么就这种事情，何况你说去什么台胞证，如果是去日本、美国要用台胞证，那台湾人会紧张；如果是去一些台湾人不太去的国家，那也是形式意义啦啊，因为台湾人也不会去。但是以刘捷一的高度，他会只处理这些事情吗？那我觉得是大材小用啊。那所以我觉得他会有我也赞同刚才这个所谈到，就是把代秉国。拿来当位阶提高，的确是习近平对台工作的重视。其实我比较担心的是怎么样？我比较担心习近平找一个这个阿力不大的人来当国台办主任，我从没听过的啊，找个什么黑龙江的什么副书记，这个我就担心了。为什么？而他不在意台湾，我蔑视你，我根本把你看不上眼。这毛泽东讲，在战略上忽视敌人，这个我才担心呢。但是他今天找刘捷一来，找代表国来，我倒真觉得是他在意台湾，这点我还就觉得说，所以台湾表示什么呢？台湾不是没有筹码，完全没有筹码，而是看我们怎么样去玩。当然我们不要去刺激中共，对，但是也不是台湾就是完全都是就是好像就是只能够服从于他。我是觉得有些东西其实是看你怎么去操作了。OK， 除了这个19大的对台谈话我们特别关注之外，那另外一件事当然就是中共他们内部的布局，我们看到除了这个洗礼之外，其实常委大换血。那从这一波的人事变化，我们能够观察出什么端倪？5年后的20大是不是现在已经确定接班人选都很明了了？我觉得目前呢，我们对他的这个人选啊，其实都还在猜谜晚会，都还在猜谜。是，当然了，就说2个是确定的嘛，就是习近平跟这个李克强。是，那剩下呢，到底是7个还是9个还是5个？是，现在目前以前一直在猜啊，那现在呢，好像大家都觉得可能还是7个啊，就是7个的这个几率是比较大的啊。那7个的话，减掉那2个，那还剩5个。那这个5个到底要怎么安排？那其中呢，当然了，譬如说你像汪洋，对，那这个几率好像又比较大啊。汪洋、栗战书好像也是这个热门人选。胡春华也是。胡春华当然，那他就可能有这种接班的意味。可是我这个得到的这个讯息，以及我
这个观察的这个结果啊，到底习近平要不要做第3任，这个我觉得都是现在是一个开放的问题，还并没有断论。才第2任要开始而已，就已经对，那这个当然要准备啊，因为你在党的这个问题上面呢，它是没有什么限制的，可是你国家主席就有限制。是。国家主席的话呢，你就必须要修宪。那你修宪的话呢，是说你要等到明年是新的一届的这个人大召开。可是你人大一召开，你就来修宪，这个好像又太那个动机太明显。对，所以这个可能要等到后年人大再召开，就是每年都是3月嘛，3月他们召开2会嘛，就等到后年的3月，这个人大再召开的时候呢，就要看他修不修宪。那如果说他真的要修宪的话呢，那当然这个里头就很明朗了。那以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譬如说这个入常了以后，你谁来担任这个国家副主席？那这个东西以往都是这个就是储君。大家看得很清楚，他马上要接班。那可是现在呢，我觉得这里头呢，可能还是有一些变化。OK， 那接下来其实这个19大还有几天的时间，还有什么是值得我们特别观察的重点吗？范老师，我想大家还是关注政治局常委啦。就是说，如果按照目前的名单，就是包含朝日跟读卖新闻有一个名单，好像那个名单也是大部分人都同意的名单，是就是3个习派，3个胡派，1个江派，江派就是韩正嘛，对，那习派就是栗战书、陈明尔加习，那胡派就是胡春华、孙政才，胡春华、汪洋加李克强，这是团派。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它还是一个派系分赃的一个局面，就是习近平没有办法把7个常委全部抓住，我是比较担心这未来的这种反扑的效应会不会出现啊？因为习近平其实他这前5年都在抓权，还不稳吗？已经5年了还不稳，他都在抓权。但是照理讲，他抓权，他应该就不需要再像过去还要按照派系平衡的方式来做，他应该可以更直接，至少安插更多的人，至少7个人里面他可以占4个嘛，对，至少可以过半嘛。是，对，因为现在的常委是3个江派嘛，是啊，我们说这个张高丽、张